我係 Stephanie，大家好。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大灣區香港中心先。我哋嘅中心係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佢喺2017年成立，並且擔任主席嘅非牟利機構。中心嘅工作係要加強香港各界同埋各年齡層嘅人士，尤其是青少年學生對大灣區嘅認識，希望可以促進兩地交流嘅。我哋中心舉辦嘅活動都多樣化嘅，相信香港嘅學校會比較熟悉我哋嘅閃遊大灣區計劃，係一個俾中小學師生即日往返大灣區唔同城市嘅考察計劃。中心另外另一個品牌嘅項目就係智慧城市系列嘅比賽，亦都係我哋近年主要舉辦嘅校際活動之一。過往3屆嘅比賽都吸引咗300幾隊過千位老師同學參加㗎啦。咁關於我哋今次嘅活動係乜嘢內容嘅呢？咁next 啊，2024年呢，咁啱就係低空經濟元年。低空經濟喺世界各個範圍入邊都呈現咗強勁嘅發展勢頭。有見及此，我哋中心亦都喺2024至2025學年推出智慧城市系列嘅低空飛行大賽嘅。咁啱啱我哋喺4月圓滿舉行咗一場賽道1，以 AI 應用為主題嘅大灣區中小學智慧搜救挑戰賽，係模擬緊急救援嘅低空應用場景，配合無人車、無人機嘅編程，喺郊野完成搜救任務嘅。呢一個比賽咧，吸引咗大灣區120隊，超過400位師生同場競技切磋㗎。咁嚟緊，我哋亦都即將推出呢個賽道2，專係為高中同埋大專生而設嘅大灣區學界低空經濟個案挑戰賽㗎。而家開始接受報名㗎啦。Next，唔該。OK，咁我哋而家講一講我哋呢一個活動嘅資格係咩嘢先？正如頭先所講啦，我哋係俾大灣區高中同埋全日制嘅大學生去參加嘅。咁我哋分開高中組，即係高1至高3；大專組就係專科或者本科生嘅。咁呢一個無論大家係用乜嘢名義去報名都好啦嚇，大家可以通過個人隊伍或者通過學校名義去報名嘅。但係點樣都好啦，每一位同學咧都只可以參加一隊嘅啫，就唔可以重複一個人報幾隊咁樣去參賽嘅。咁至於嗰個活動比賽內容啦，咁我哋主要有兩個方向。第一個方向咧就係同學模擬自己係一個初創嘅企業，制定一個有落地潛力嘅低空經濟商業計劃書嘅。另外一個咧就係可能如果你係讀 engine 啊，或者係讀其他非商業科目嘅同學，咁可以係設計一個全新嘅飛行器，又或者係改良既有嘅低空飛行器，適合去某一個特定嘅場景去應用嘅。咁而家去到比賽日程啦，咁參加比賽第一個步驟梗係要報名啦。咁我哋個報名咧係有少少特別嘅，有少少嘅步驟要講一講嘅。嗱，今日我哋雖然舉行咗簡介會啦，但係報名嗰個截止日期咧，其實係6月13日先至係截止嘅。但係點為之報名係有效咧？首先第一就係要大家喺個電子報名表填妥咗個報名表先。喺香港同埋澳門嘅學校咧係用 Google Form 嘅，內地咧就係用問卷星。咁填好咗呢個報名表之後，遞交完啦，但係未完嘅呢個程序，大家仲要喺嗰個報名表嗰度下載一個初賽建議書嘅模板。喺上面咧分開兩個部分，呢個模板第一個部分就係參賽名單，就係成個隊伍你嘅人員嘅組成係乜嘢嘢啊，聯絡資料啊，各方面嘅信息啦。至於個計劃書咧，就分為5個問題，包括咗項目摘要、可行性分析、財務預算同埋盈利模式分析，仲有宣傳策略、亮點陳述等等5個板塊嘅，大家都要寫好咗，然之後遞交埋。呢一個先至叫做完成咗個報名，咁所以呢，
大家提交咗個電子報名表之後呢，亦都要盡快提交埋你哋嗰個建議書，或者係你嗰個飛行器嘅原型嘅草圖同埋介紹。咁呢個先至係叫做完成報名手續嘅。我哋收到你哋嘅報名表，唔代表你哋嘅報名係有效。我哋要收埋你哋嘅初賽建議書，先係叫做有效嘅。嗱，而家距離截止報名日期咧，仲有1個月。仲未報名嘅同學就唔好猶豫啦，快快手報名咯喎。好啦，咁我哋收齊咗大家嘅作品之後，經過一輪評選，喺7月7號，我哋就會喺官網同埋微信公眾號公佈入圍嘅名單，同時亦都會以電郵通知入圍嘅隊伍。亦都會為呢啲入圍嘅隊伍配對導師嘅。咁大家都可能問下，我哋嘅導師陣容有啲咩嘢呢？當然係由我哋支持機構派出代表去為我哋做一個導師啦。佢哋嘅份量相當足夠㗎，大家睇一睇。我哋有香港教育大學研究與發展事務處知識轉移辦公室嘅代表，廣東科學技術職業學院計算機工程技術學院人工智能學院嘅代表，華潤科學技術研究院嘅代表，香港科技大學嘅代表，城市土地學會嘅代表，以及香港城市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嘅代表嘅。好啦，入圍隊伍出咗嚟啦，咁仲要呢，大家要俾一個決賽嘅作品啦。我哋安排嘅導師就係協助大家點樣更好咁完成你哋嘅決賽嘅作品嘅。大家記得你哋嘅決賽嘅建議書又好，草圖又好，即係個飛行器原型啦吓，要喺8月11號嘅下晝6點前提交。係8月11號下午6點前。如果未能夠如期提交呢個決賽嘅作品嘅話呢，相關嘅隊伍就當作係棄權噶啦。咁我哋收到大家嘅決賽作品之後，我哋會喺8月23號，就係總決賽嘅大日子啦。比賽會係喺香港九龍塘嘅生產力促進局嘅場地進行嘅。咁喺呢度亦都好多謝 HKPC 作為我哋嘅場地贊助。入圍決賽嘅同學呢，就要喺現場即席向評審團 present 你哋嘅作品，包括要回答評審嘅提問嘅。好啦，咁我講下我哋嘅評審團陣容先。喺評審方面呢，我哋都邀請到行業裏邊嘅專家組成我哋嘅評審嘅 panel 嘅，包括有香港專業管理協會、高炬創新、匯豐銀行、益航白鷺、華潤科學技術研究院同埋廣東高域嘅。為咗公正起見呢，擔任導師嘅代表係唔可以同時出任評審成員，大家可以放心。決賽之後會喺同一日公布得獎名單，同埋舉行頒獎禮噶。至於獎項方面啦，可能大家都有啲關心嘅，係咪啊？比賽呢，我哋就有一等獎、二等獎、三等獎同埋優異獎嘅。獎金都算過得去啦，一等獎係有10000蚊嘅獎金，現金獎金嚟噶。未獲得名次嘅參賽隊伍都可以獲得參與證書嘅。咁可能大家有啲少少心動啦，咁心動不如行動，快啲報名咯。跟接住落嚟咧，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報名 QR code，大家喺 website 或者微信公眾號都可以揾到噶啦。咁記得大家要記住咯，喺個報名表嗰度下載個初賽計劃書模板，個連結就喺個報名表入邊嘅啫。好啦，